困的心，也就是讲盖条呢，安尼更是讲持家啊，正统的有一个叫做西伯利亚人参，所以你咧看得到的哈，讲安尼用心来擂哈。好，安尼就来擂下去啊。安尼擂茶啊，87年以前，安尼老人家讲啊，擂茶唔咩好咯，啊，这个叫做好。到87年以后，民族被腐败，归陈守光先生啊，为了安尼客家文化，为了当地的发展啊，这个有只企业自开，搞到个业市场，让在交务卡有进行下嘅，我们自己都交务卡，而且都注重出嚟业市场嘅以政府搞起嘅投资。在87年以后，安尼就才有慢慢的在扩张。到今头9点以后就可以去做啦。那种早茶，啊，那个下晝咧3、4點鐘啊，7點鐘。你像今日安尼說來說，放米倉，伊咧是點鐘。你看放緊嚟米花用哦，米嘅，嗰時炒得好菜，就叫落去，嗰時切蛋，真蛋切嚟。啊，安尼你是冇炒菜哈，就放米倉是7點鐘。你個又炒菜，放米嘅放飯。干了吃酒吃牙，啊，差别的安尼。今天刚好花莲光复一个社区，啊，它是文化下乡。13年刚好参加发展的绿茶比丰富，啊，看到个治疗以后，啊，就讲刚好安尼。4、5年上，至少讲要俾他怎样嘅，所以啊个看到嗰篇報道以後，啊讓工作完全辭退，專心來推廣，啊，安尼傳承安尼客家文化，家下完全靠第三嘅力量，這家人上緊嚟。无头苍蝇这样，看到个有客家文化安尼是，就完全是安尼来动作。这个洗澡哈，安尼让来我妈来炒。安尼家哈就炒鸡腿。其實安尼也冇加鹽，唔是加鹽，也唔是加其他，不過唔是加。安尼用柴火安尼將那個緊活動，緊炒，安尼緊炒，冇停下來，炒差唔多咧，安尼搖一燒起來，即太煙嘛個樣，安尼又唔控燙，又好慢火，又好燒啊嚇，即太煙，像殺菇，即就來個麻嘅樣。那个冇燒啊，有冇哈？炒起來上街咧，即太熱，只有很脆的聲音。所以說你甜得，你講要好冇好，你看啲炒出嚟嘅口感哈，流出來的，那就表示說差不多可以。我們在我們這邊的企業茶中心啊，還有整個有50年。8年有油茶，還有肉樹，還有山村，雪地的樹啊，通種的，啊，你就安尼舊種的，嗰啲話很難，鐳吼唔係很夾過嘅，很是見鐳，見過，所以說8年是油茶樹，嗰啲樹吼，啊，大部分是這樣。
希望有机会就自推茶的代表安尼客家文化，在台湾走透透啊，然后有活动安尼在参加啊，然后有安尼茶时间去啊，那个文化传承啊，慢几行啊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水生，欢迎收看今日嘅暗巷风化吼。今日节目当中呢，睇我大家看到嘅几分钟嘅影片以后吼，影像以后都提讲，今日介绍嘅吼係客家嘅傳統文化擂茶啦。張大哥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應該觀眾朋友都愛共樣對擂茶吼，其實冇講，從我細漢時節都唔知啊，乜嘅擂茶，嘅10幾年來，真啲都講要嘅擂茶呢，係客家人嘅文化吼。張大哥係咪介紹到底擂茶係樣辦來？安尼擂茶吼，是個37、8年嘅哈，安尼大陸嘅廣東省依度嘅大陸人，佢家有家鄉有識擂茶嘅習慣。佢順便帶啲擂八嚟到安尼投台灣、東埔、花蓮、西部安尼苗栗、南莊嗰啲地方吼，佢帶嚟後，而佢家有古香嘅文化、時代文化，順便帶到安尼台灣。以前87年以前，安尼講台灣嘅擂茶完全看唔到，乜嘅原因呢？以前講老人家話擂茶出價13層都做得。冇杯，也唔係個那個以後嘅東西，是安尼講，所以有的是個慢慢的，安尼屋下37、8年又有擂茶好學。我有想了解哦，都大嘅擂茶有幾多年嘅歷史誒？大約對安尼文化研究嚟講，3000年就有咧。3000年研究嘅歷史以前你講你都研究結果講湖南嘅桃花江，佢家又發現講3000年嚟擂八嘅文物都出來嘅。我硬一啲嘅講，睇嘅了解係親像係北埔嘅擂茶。你一講到北埔嘅擂茶，你講是講87年嘅嚇，安尼政府推行一鄉鎮一特色，家下安尼北部嘅農會總幹事陳先生、陳總講嚇，佢喺幾年要屬是個竹東嘅葉先生嚇，佢嘅屋企做客，我咪叫呢個文化冇俾完全忘有，到北部嚟開始推廣，我咪其中邀請安尼總那個葉步強先生，這老師嚇，去到幾個地方。大家嚟地方又政府嚟大家配合，就推廣一啲客家擂茶，使到佢一炮而紅啦。所以客家擂茶其實有3000年嘅歷史。如果從台灣來講，嗬，喺幾年87年以後，張國本人拿起來，來讓大家來提供，發揚光大都出嚟啦。喺當時嘅北埔嘅擂茶，都係同嘅大陸嘅擂茶有乜嘅無共樣嘅地方，因為我去啉嗬，去啉過甜甜，我媽是啉過鹹鹹，係唔係也係因為地方無共樣，也係講個地方嘅擂茶特色無共樣。傳統係鹹嘅，係加鹽，乜嘅加鹽咧？以前都睇到上。一隻地方對一隻地方，行路當然，會最早，行個割禾10天，因為嗰個10點鐘，要補充電解質，係嘛？嗱，所以你最早甜嘅見咗，所以你講以前咧時代古老嘅，鹹嘅會流汗嘛，流汗補充嘛，咁後尾到87年以後，到北部推廣出嚟，當時推廣啊係鹹嘅，後尾推出一段時間，感覺鹹嘅，跟那個冇熟路，後尾佢你就加了糖，加了糖落去變甜嘅，變甜嘅，所以一路後尾安尼講到擂茶，像你安尼講到擂茶係甜嘅，嗰些北部家下傳出嚟嘅甜嘅擂茶，安尼資料看到按度嗬。是北部站有甜嘅擂茶，
泰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統統合埋。通常來講吼，應該擂茶地杯，係到底係要標嘛？嘅眼看當到啊，因講要鹹嘅要甜嘅，甜嘅都要標糖嘛，鹹嘅都標鹽嘛。錯。唔過個材料地度要當到嘅材料，太陽來講係一樣嘅本，係唔係要每天一定要標嘛嘅？或者係講係做啲標當到，我要是十幾項嘅無同樣嘅口味。那做得。大家擂出來都無同樣嘅口味。你下是講，你講研究嚟講。正統嘅擂茶是3樣甜甜，好茶米，馬胡麻，剃頭，係，韓國跟那個香草藥，像嗰啲雷公筋啦，香菜嗰度啊，用下嚟，嗰是正統嘅。嗰啲下你就是你下一個養生咧，加到嗰咩嘅松子仁啊，堅果用下嚟。是你來分辨他台灣嘛講到，應該看到嘅影響地度吼，個要嘅狀態個講會教大家講，我樣辦吼，嘅擂棍吼，係要做啲舊薑嘅啦，把啲樹啦，嗌要啲糖哦，把啲樹舊薑嘅，韓國要啲咧乜嘅樹啊？搖茶樹嘅，搖茶樹，家要呢種係可嘅樹嘅做啲麼？因為嘅凍硬啊。桃樹也做得，桃樹嘛做得好，軟桃樹係。硬嘅樹嘅就做得做擂棍就錯。香嘅嗬，見你擂到佢一下要磨鐵嚟，要過鐵嚟，喺呢度見擂見過，見擂見斷啊。斷嘅都大嗬，嘅擂茶係按樣辦擂，色按樣辦色，那時來說係比較好嗬。或者文化部分嗬，而家專家都從泰國來介紹啦嗬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再過來講。擂茶呢就係喺佢嘅推出嚟，為咗大家大眾化。係，咁你下面呢，你就講祖傳下嚟，你係保留，保留。現在也開發，你唔可以重複，唔可以重複啦。唔可以，你講也感謝。有個陳先生、陳松廣先生，我哋跟人個睇你推廣擂茶，你按你講到擂茶即係北部即係擂茶特別。歡迎大家都進來暗巷風化嘅現場哦。台灣狀態過吼，佢要介紹講，原來嘅擂茶有3000年嘅文化研究嘅歷史哦。另外87年開始吼，因為個北埔啊，個陳先生陳松廣先生吼，佢來推廣嘅擂茶以後，你客家人爭啲講，原來要嘅擂茶嚟存在搶嗌吼，細漢時陣內地講嘛嘅擂茶咯，唔過吼，嗌嘅係有啲嘅問題來請問狀態個，咁北埔嘅擂茶已經要推廣啊，嘛當有名，五樣辦愛來推廣嘅，因為北埔係甜嘅，台灣講到係鹹嘅，嘅鹹嘅大部分人都係鹹嘅嘛，五樣辦想愛來推廣嘅鹹嘅擂茶。文化傳承咗唔好講踢，要以前係，要喺唐山高台灣講，唔好搏踢錯嘛。呢個所講，呢一啲點天點，呢客家人係養家嘅精神，呢講。鹹嘅食鹹嘅，冇本甜嘅，係點嘅意思？所以唔同啱講。所以你講推廣呢下有10多年嚟嗬，目前也可以用，喺講要推廣呢一直用鹹嘅先推出嚟，再看現場嘅，跟住小朋友講本來糖嘅，放落去甜嘅，正統係呢鹹嘅，你講像你哋出去摩拜學校啦沙灘。是教基嘅地位啊，即係一種主要一種傳統嘅文化。你文化唔係講改變咧，文化一推傳下去嘅。我哋狀態個唔係以當硬頸唔當堅持去傳統嘅鹹味都錯嘅。我係要疑問咯，香港唔適宜簽過陳松廣陳先生。唔過堅持愛鹹味，佢要堅持甜味，唔兩啥要嚴格。唔係，佢呢個擂茶呢就係喺。佢嘅推出嚟為咗大家大眾化，咁你下面咧，你就講祖傳下嚟，你係保留，現在也開發，你唔可以重複，唔
唔會衝突啦。唔係，安尼講一感謝有個陳先生、陳松江先生啊，嚟個人係睇你推廣綠茶，你安尼講到綠茶即係北部即係綠茶特別。哦，公路體質啦。錯啦，你講硬頸嘅都想到哦，你睇鏡劍當行嗬，有一條嘅金牌，到底係乜嘅金牌？你睇金牌代表係乜嘅意義？哦，呢隻金牌嗬，係也以少年得多啦。係，我媽媽喺民國2年出世嘅。2年。啊，幾多105年家下。係。都好，你講白水婆，政府頒發嘅一隻金牌，就俾老人家做一隻紀念。啊，啊個老人家是102歲，去年爭上天。哦，所以講老人家雪綠茶，老人家雪綠茶雪到102歲先生走。啊，佢喺走以前咧，14年以前，佢還有綠茶歌。哦，所以講我媽媽是生日是綠茶。都死就錯噶啦。哦，102歲呢，吼，按古書呢，是弄個是個綠茶，所以吼，我哋古時候我都想講吼，從太過，按感染阿妹吼，本你講愛嘅吼，愛來搞日綠茶嘅文化吼，唔係是綠茶太好，你錯冇？係，雪到太啊，雪到太，從雪到太啊，哇，從細漢到大哦，呀，你看，你今年排聲啊，請問一下哈，人家說年紀是秘密，是女人的秘密，但不是男人的秘密。你今年幾多歲？你看你哋用嘅38嚟用嘅是38年次啦。哦，38年次，唔會啦，唔會38啦。38年次都係幾多歲嚇？呀。67年，67看唔出來呀！跳那麼要拍冇唔錯，唔過嗬嘅觀念啦嗬，要嘅堅持嗬都要客家人嘅傳統嘅堅持。錯冇？綠茶咩？你就殺嘅，你有文化嚟傳落去，一殺傳10殺，10殺傳100殺嗬。客家有位嗬，你綠茶對身體有好處也好，啊唔係講嘅食到綠茶冇乜嘅，像今日嚟以前係隻白梅。105歲，哎呦，而家你記得種啦，阿伯也係唔會濾嘛，唔會濾你濾嘅那個阿伯咪嚟濾茶個好，睇下咧濾茶水啊，佢係濾出價色，也係講濾啲價色咧，佢冇出去買濾出價色咧，覺得你講幾多幾啊了，你個阿伯咪嚟濾茶，好，哦，咁阿伯咪濾出嘅茶嗬。一天強，800年嘅事咧，特別好食嗬。係，台灣係看過樣片，而都誒乜介紹講，乜要講到，喺雷官來講嗬，橋強嘅啦，八里樹啦，乜嘅也種嘅官嘅嗬，嘅官咧，其實唔樣辦，出價來做咯，係看佢嘅樣上地步，唔出價呢，嚟烤嚟做安尼。你講雷茶嘅雷官嗬，是以前那個八里樹好好潛，較硬，好潛，好潛。係，你講油茶樹是個以前有個油茶枝嚟做油茶，但是好貴。所以你一般是做油八里樹好多，八里樹按講嘅以後嚟講，叫佢嚟調味，補償正常跟嚟藥工藥材類，所以你講。八里樹、油茶樹、橋強嘅，通通做得，熟得咧，好烹嘅樹也做得，像嗰啲嘅肉桂啦，肉桂濾出嚟也做得，還有嗰啲嘅胡椒樹，胡椒樹嗰啲講細細嘅皮泡子嘅，皮泡子嘅，嗰啲好原住民講馬酵，嗰啲樹濾出嚟也有隻馬酵嘅味道。哦，啱你講嘅都想到哦，唔講用八里。濾出來都係八個味麵啦，橋強都橋強麵，嘅麥膠對麥膠麵，肉桂濾出來有肉桂嘅火蛇嘅味道係。哪種嘅樹係最好，較多人使用？使用一般係八里樹好多，八里好潛，還有個調長整味，你講嘅八里古書有記載啲八里樹好多。唔講也係雷白嘛，嗬。係。你雷白嘅部分嗬，我看到地波有
特别嘅纹路。那么注意嘅时间，有啲人都會想講，像我冇看過佢嘅，冇看以前啊，我感覺講，cái雷板啊，我冇卡用暗工用乜嘅來做。八條，一個八條。係啊，用嘅員工啊，乜嘅來做到去啊，哦，八條來做到去。其實哦，cái雷板地圖吼冇同樣嘅構造，錯冇？係雷板地圖吼係有嘅紋路。錯。cái 紋路嘅作用係乜嘅？安尼啊咧，順便介紹安尼個雷板嘅紋路吼，像安尼大家看得到嘅。啲紋路，用材料有冇？安尼講茶米、麻、鐵頭，一件雷落去有冇？佢將會幹哪個？將會棉。哦。那個冇紋路吼，雷唔會棉。主要係紋路係佢你摩擦有嘛？人家意思都也都像個齒輪啦，錯嘛？因為有這樣凹凸不平。錯，安尼講牙紋。像呢隻雷板，安尼講以前32年嘅日本時代功夫以後，美麗公幹呢，呢隻師傅土跟那個學徒啦，佢做嘅，到啲啊媽媽一保留咗60多年。啊！呢隻雷板都帶雷茶一樣版雷哦，休息以下張國強總太過嚟教哦，因為我看到現場哦，應該一雷看啊。錯冇？讓太過太家攏啲講，雷茶啊，出價在不加雷嘅時間，一樣版啊料一邊幾多啊，都帶呢一樣版加水嘛計，哦也係。專業的知識吼，一定不能放過，一定要請咧總太哥來同大家來教吼，讓大家那知道看過也節目以後呢，以後都講人都知啊，出家樣辦來做個擂茶，出家樣辦來啉，擂茶我請問哦，擂過以後，那麼馬上啉鐵做得變起來冇？做得吼，做得唔會壞嘅嘛吼，唔一兩日冇問題，一兩日冇問題吼，好，都帶樣辦擂茶吼。休息以後再來了解。開始出對人，唔是講，還有處理，太啲，安尼個茶米變下去，要跟那個嚇，安尼雷棍人嚇，向左也向右，安尼普通也可以舉一順時鐘，像安尼出去冇俾搞sale嘅嗰度搞嚇，左7000，右7000。哎呀，到咗嚟暗香風化嘅現場哦，台灣總太哥吼，都講嚟教大家樣辦來出家擂茶吼，個擂茶吼，唔係講我個管嘅擂管嘅哪一來安尼都對得出來吼，其實要懂到嘅基本常識吼，基本嘅常識吼，了解啦吼。擂茶一啲茶米，也包起乜嘅茶？強茶，你講綠茶，你個人講綠茶，綠茶，你講強茶。強茶啦，係。你為乜解都強茶呢？以前你講資料嚟講，強茶嘅按多茶、紅茶、強茶5種。強茶嘅對身體功效，所以你防癌、抗癌、提高癌。我哋有研究過嘅博士嚇講，強茶對身體提好。還有佢嘅功能，你講啉酒啉到嗬。強茶泡好濃掉嘅，嚟就俾雞做啲雞酒，嗰啲雞酒。哦，也個動香嘅清香，清香嗬。也係強茶，那用漢人嘅滂風茶，或者係講嘅東方美人茶，也種嘅茶做得冇？你講看出家主人咧，嗰那個用乜嘅茶做得，統統做得。你正統還是用強茶好多。好，也係茶米以後韓國有乜嘅一天一冰。茶米一成冰，冰落去。成冰茶米。裏面嘅。等下張雷，成介紹嘅材料。天嘅材料無賣，無拍賣。哦，買做得全部拍嘅，買做得全部無嘅。你無愛賣，你講以前講，你也冇學呢度啦。而家依隻資料講。買對你身體嘅大動脈血管嘅清道夫。睇解個清道夫，有啲你講是種清血也係麻血管嘅清道夫啊。麻係動好。你所講綠茶一天可以用
麦茶叶，呢兩種對身體有好處嘅。係有幫忙有幫助吼。其實一賣吼，我按你嚟倒出來以後，按你片吼冇乜嘅面，錯，冇乜嘅面。唔過雷海以後，哦，上面全部係賣帶來。錯，錯冇？誒，武術樓拍攝樣板，按兩種來向下來使用，係因為考慮到那個武嘅係咪貴嘅種武？錯，主持人咧頭腦實有好，有樣吼，係，啱啱你咁講咧，有樣哦，嗰個武咧你都去哦，貴嘅武嘅，啊你講 concept 係冇按好看，啊呢啲人講誒要 content 要 shoot that，啊要用 that，誒好看以外吼嘛，考慮到嘅好識以外，嚟考慮到好看啦，所以就咪武嘅拍嘅，啊那有縫嘅賣嘛做得啦。馬出聲，馬出聲賣，哦也係賣，一天愛變嘅賣，吼茶米賣，啊過來 T 三項嘅賣嘅 T 三樣安尼係講 T 頭，安尼係講飯頭 ，T 頭好好啦，安尼 T 頭是咧愛上海嚟炒，自家嚟炒過，安尼真好香，要還有個那個味鮮，像安尼出門嚇，一天唔係講變當久，一炒好咧，一變差唔多。一禮拜咁嘅，你夾來用嘅，做唔係變香蕉，香蕉吼要吸嘅水氣，有油味，哦油味哦，燒油味，你講，而且還是會吸納水氣，哦，所以那個一天咧用剃頭，炒好嘅，啊你有綠茶講剃頭，睇個老人家講莫亂按面，莫亂按面，按面是按，不要練得很碎，有感覺。老人家是講顆粒，安尼雪綠茶，慢慢的變超變強。哦，安尼個規模類很出接出。哦，有看到哦，有條雪哦。同樣炒過以後，整個炒過以後，就用個那磨蛋，寫磨蛋的扁蛋，當個扁雜布吸，加邊吸，呢個吸俾嘢啊。吸電啊，吸幾久？吸到1點鐘左右，冷啲過嚟。哦，少少炒起來以後，扁蛋愛用布來片片，安尼翕皮出味，出味以後整個老雞皮來學嘅白體，我啲嘅白學學以我韓記在細漢時間，安尼，慢慢啦，磨一磨，啊然後用嘅，就全部規個面攏係，有印象啊，有，上個禮拜。你炒下有印象，有印象哦，有講。啊，一下講說咯，3種哦，茶葉茶米麥胡嘅拍起攏做哋，以後呢要縫嘅嘛做哋加鹽，啊個要嘅剃頭有3種，變下去，啊到底嘅比例按樣嚟變，一下做哋開始嚟。你按呢個比例嚟講，你隻泥板拿出來，看你幾多撒落去，是看人多材料變較多啲嘅。像計因為到糯米都愛變水嘛，變茶啦，煮滾嘅滾水啦，啊涼摕起後變嚟。啊媽做啲用小滾水來變。一定要用滾水。用滾水。滾水。熱的時候。滾嚟落。啊，差唔多出面做。啊，個比例上按樣嚟講，像假使5葉3包，也安尼3包，變下愛濾出來做啲幾多水，愛變幾多水。你包3包變落去嗬，2000cc 冇問題。2000。啊，你就要攰板板嚟嗬，睇下先啥，睇下有好食嘅。一隻濾板嗬，差不多做啲種幾多 cc 嘅水。差不多2500左右。2500左右。好，按樣板濾，唔講愛先變。係，你講濾嗬。有順序嗎？有。係。你剃鋪咗，你係用茶米。哦，茶米先變。哦。茶米，茶米你變落去以後，變落去，你個你個拿起，單一的茶葉要先濾下，就你主持人麻煩板凳，我板凳，我工人都板凳，嗱，要當簡單，大師出手呢，開始出對人，唔是講，要處理，當太啲，你個茶米變下去，要咁樣你濾個人，向左也向右，
普通也可以贵一顺时钟像安尼出去冇俾搞 sale 嘅嗰度講嚇，左7000，右7000，像安尼個老人家啦，60歲，安尼會搞幾個啊，唱補一個。唱歌一邊唱歌一邊落淚。咁安尼個老主持人哈，可能對補一個可能就冇問題啦哈。係，都問題啦。那時間安尼來吃飯。補一個很用反衝，很用反衝搞埋。跟唱得好咧。海浪。海浪滔滔我不怕，浪起朵兒往前滑。花往下水大雨大，我家大雨小，哈哈。好，換你啊！這個是可以做一個活動。要幾次？好，不一年啊。有，你唱嘛？有啊。其實都好夠呢。有，出事了。安尼出事了。好，安尼。你安尼講。韓國油係蠻水嘅咧。安尼個問韓油無麵有嘛？無麵啊。安尼多個類安做得，安尼無咁簡單。水你執嚟茶哈，要半點鐘到50分鐘以後才有食。唔係講安尼冇俾沖泡起來就有食得。係啊，攞把油賣解做咩？綠茶粉啊。係，安尼無咁簡單，安尼文化傳承上安尼。也係標，茶米梯咧，過來咧。五賣嗌來多啦。因為唔係師傅嗌，慢慢嚟嗌圖。對。嚟。安尼豆包那豆腐吼，那講嗌都做得標嘅。好，過來。也下唔是唱歌嘅，我唱埋嘅歌嘅。嗌做得全部都係嘛？唔係嗬。好。也下開始唱埋嘅歌嘅。安尼是這條歌要唱出來就對了。安尼有一講簡單。上面不要動。下面盡量搖。你安尼個客家擂茶嘅秘訣哈，還有由內而外。由外而內。又唔是講，你還去講下去。簡單的。來試試看，你到家裡拜關啦。上面不要動，下面這個手下一點還要讀好。下面盡量動。俺做得安尼嘛？做得，你放心哈。因為你呢數嘅係右手比較靈活啦。你的速度越強，強妹越大。越強哈。所以要唱歌就是這樣。白浪滔滔我不怕，揚起朵兒往前放，容下水那雨大。你話要講嘛？真的動香要動香，個香味買個香味攞出來。安尼個天係茶米香，天係麻香。你鋪一鋪嚟。唔過個茶米香本個麻香味。你噏出嚟。你咩時間都唔會出來啦。你T 三鋪來。你T 頭慢慢佢慢慢嚟標。慢慢標。好，嚟，本嚟跟姜條嚟撲嚇，講簡單，唔使講講太啲。好，嚟，你話嚇，安尼拿起啦，下起也攏冇計撞到啊！嚇，攏冇唱歌嘅，唔唱歌嘅唔係難彈啊！你喺個唱歌嘅嗬，主打下主字嘅對我唱唱哦。哎呀，雷到那叫唔聽話就講哦，也個鐵條嗬，木到按木條符錯嘛？係咪唱嘢安尼做得？都盲得，跟你盲，跟你盲搖。樣板上做得。跟盲搖啊！係，太陽係雷到樣板。呢啲麻嘅咧，攰啲。韓國要攰啲嘅嘛，麻係愛全部變。呢個麻係個冇濾面嗬，食落去冇對身體冇好。但我覺得後尾就增加。個營養素就在那裡面啦。難怪唔聽我講，至少嗬愛食到亞種嘅擂茶嗬，都愛要15分鐘到20分鐘，得嘛？動香嘅，其實哦。
唔看呀，我台灣要講，當到嘅擂茶，係擂茶粉，該攏做好嘅，該用嘅機器做嘅，倒帶吼，也係手工做同個機器做嘅吼，有乜嘅無共樣嘅地方吼，休息以後。張哥來講好冇？啊，唔用嘅狀態個繼續來對啦，嗬。我繼續唱歌嘅，休息一下。你四台茶哈，來全台灣，哦，那邊有擂茶嘅地方，你來去，哦，一去表演啊，哦，問大家啲講哦，擂茶，唔可以講文化失傳啊。歡迎大家都進來暗響風化嘅現場哦，啊台灣哦，同個狀態個兩茶吼，啲擂茶，包年以後吼，那個休息嘅時間咧，我都啉到哦，也唔看，啉到肚子越來越大哦，有樣哦，擂茶吼，個擂以後啉起來個香味吼，泡個水泡個滾水下去以後，將做啲感受到。有樣當香當好啲，係。好，有啲人哦，講係濕擂茶，有啲人係講泡擂茶，用水嚟泡擂茶，到底係我用講濕，也係用泡呢？哦，你睇個泡擂茶有濕擂茶是冇共樣，冇共樣哦。個泡擂茶是滾水一泡落去，泡擂茶，泡擂茶泡好，真係濕擂茶。哦，而家講嘅唔係講濕擂茶又啉茶冇共樣。係，我用濕做唔得用啉，錯冇？而家為乜嘅用濕咧？慢慢調整係。因為唔講地度嘅氣條啦、賣啦乜嘅，嘅你講用啉咪是將啉酒啦，啉水樣，唔會更多。哦，濕擂茶唔會更多，所以叫啉擂茶會更多。唔講錯嘅，我睇我更多都係啉擂茶，真係更多。其實總體講哦，同前面哦，學到嘅東西吼，攏係阿妹學嘅吼，教唔嘅錯冇？韓國要講哦，學嘅都120空兩歲吼，爭去做線啦吼，個阿妹。都大慶陽辦教育也嘅擂茶嘅文化嘅傳統藝術呢？哦，你一擂茶文化是講以前咧未講教啦，你見老人家擂茶，你都識，慢慢旁邊看，都從我台灣腔樣，喺旁邊看，我都 handle， 好冇？慢啲，唔講阿妹，我看個相片地圖吼，唔個拍相個相片地圖阿妹，佢係出家來呢？佢因為佢下輩要變地步嘅，作步，要作步，作步變咧佢擂白汁唔係走嚟走去。哦，冇處理啦吼，原來看個相片好冇？看個相片地圖呢？哦，呀阿妹係拿電個雷軍啊，出家用個用機腳安尼夾電錯冇？錯，個是以前傳統嘅，以前都出家烏卡冇人，出家烏卡老南面人都做些，係我做些啊，佢佢都烏卡真係傻天天，佢是冇法度咧，夾電坐電，嘅床電坐電夾電原來累，以前是3年嘅時節哦，所以呢下你講大家擂茶嘅文化，大家是講你講消遣嘅度，你講大家嚟擂茶，閒咧，大家辦啲呢個培養感情，你玩我玩，大家嚟玩。其實狀態講吼係客氣啦，該係哦，搶外地，個擂茶時節一聽吼，台灣個曲勢啊吼，這個姿勢吼都會動張嘛，個曲勢吼都出來都會講假嘅，忙嘅，錯冇？一定要有處理，因為係乜嘅？係大師級。哦，是唔係，一般人都冇啦，吼，爭有咯。有，開始咯。你出門一要
主任，旁邊咧。哦，有個秘書田同嘛？咩秘書啊？主任喎。主任喎，本個秘書係本佢主任嘅頭銜啦。係啦。其實係秘書啦。哦，你唔知道咪做咧？你冇讀過書啊？冇嚇你講嘛，唔是啊佢。啱聽我講咧，看到個相片地圖嗬，阿妹佢愛嘅嗬，啲擂茶嘅過程，人家來看哪個嘢相片，我感覺當奇怪哦。佢當時講愛係幾多年嘅時間來到台灣37年。37年。唔講個相片地圖37年嘅時間，一個船票，我看到個船票係從廣東嘅汕頭來到台灣基隆嘛，嗬。係。第二唔講555萬嘅船費，555萬也做得買一間屋呢，半間做得啦。還是唔抵啦，嚇。要保留到老人家以前嚟台灣咧。也當要卡真呢。佢嘅買屋買田揾改裝船票。改變態度愛買屋買田哦。改裝嘅契約書，你還要保留到。還可以保留。低啦，點點。係啊，唔多低落過來啊，唔怕。唔呀，做到。喺個有人咧，跟住係可以嚟去船屋看看啦，你一帶船屋帶船屋。船屋就係文化中心。要聽阿妹要轉去嘅廣東嘅汕頭看冇？要80年左右，阿爸要帶佢轉去睇了。5年要識聽過轉去喎。第一擺轉去，幾年轉去？幾年轉去？改變韓國要親戚朋友嘛？要，係。要阿哥，要我想唔該到。轉去以後嗬，夾到係咪請飲擂茶？要，係。一定要。冇擂茶，咩想當然啊！阿你係啦，阿你講嘅時間係咪冇擂茶冇相到喎？係啦，好奇嘅都講，唔轉去夾到擂嘅擂茶嗬，同樣即家擂嘅唔感覺，哪位嘅較好飲？唔是客家人，第一天感覺係自家較好飲，錯冇？自家唔敢鹹。較好食啦。係啦，唔敢鹹啦。係。差唔多係安尼。材料呢？材料差唔多咁樣。差咁樣嗬。佢嘅多切菜嘅，佢嘅呢個係要炒飯。幫飯。幫飯嗬，錯喎，幫飯我都帶用幫咯，唔睇話係安尼加水下去以後。當做糖來啉喎，呢個炒飯咧嚇材料有冇？長頭、四季頭、蘿蔔乾、蝦仁，啱到喎。豆腐乾，放下炒，切幼嘅嚟炒。兩係5月份過去嘅有幾看咧，完全有你完全學嘅數啦，唔係佢學嘅嘢啦。跟以前因為歷史來講，改變係較舊啦。呢個文化傳承下嚟完全共樣。個阿妹對人嘅影響確實係動態啦，以後想講按樣辦嗬，留個擂茶嘅文化推廣喎，唱嘅客唔係樣辦做。你也是。也有60、70歲啦，嗬。我看得出來啦。呢個要機會，你試台茶嚇，嚟全台灣。那位有擂茶嘅地方，你嚟去有個表演啊，問大家啲講擂茶唔可以講文化失傳啊。唔係文化失傳哦。佢同計手工來做，台灣冇講到呢，也係悶咯。手工同機器都係樣板冇共樣嘅地方。你正常嚟講，你擂出嚟茶，唔係個個。唔係個個。呢個對茶粉泡出嚟嚇，將呢個叫做個個一樣。將奶粉泡炒。有時會結鬼球。你講茶片嚇，主要係你泡出嚟係全熱色咧，冇摻東西嘅。佢嘅泡出嚟對茶粉咧，佢要摻嘅乜嘅米粉嗰度用米粉冇共樣嘅材料啦，所以甘薯度其實我係感覺嗬，用樹來自家來擂出嚟嘅茶嗬，嘅充滿到嘅甘甜。閃甜無共樣啦，閃甜無共，啉起來也要甘甜脆明白啦嗬。韓國油喎，都係講韓國油嘅最後嘢問題要搶問咯。因我喺一個日本式嘅傳統嗬，去食嘅時間，買油嘅
像抹茶，日式抹茶啊，有時候有啲傳統個有嘅芝麻啦，嘛嘅冰冰啊，讓擂擂啊，個冰跳球，啊本蘸那個日式豬排，該種嘅係咪同嘅擂茶有關係？唔知講到啲傳統嘅說法，唔像啲擂茶嘅說法也有，唔像湖南嗰度嘅擂茶擂好，我冰辣椒嘅，佢係擂。辣椒嗰種，佢湖南人愛食辣辣，啊你擂茶每一天愛鹹嘅，一天愛甜嘅，佢適合當天嘅口味。哦，所以講古出嚟講到會講擂茶嗬，我嘛嘅口味哦，攏做得啦。做得，其實我冰辣椒嘛做得，我冰嘛嘅材料攏做得，自家己啉都做得。你講你喺度冰咖啡豆，強下擂。也有咖啡味道，也有茶味道。錯，有啊！你自家有研究嘛？有，用研究過嘛？嗬，安尼做得哦。漢白魚嘅時間，我請嚟啉凍到種嘅擂茶。冇問題。哦，睇下喺個有成績嘅人嚟啊，他。佢都會熱情的走台啦，冇問題，熱情來按捺大家。其實呢，今日非常歡喜哦，做哋邀請到總裁房總太哥嗬，對於介客家嘅擂茶推廣嘅工作來講嗬，非常盡心盡力啦嗬。啊，將地方嘅唔講嘅付費嗬，嘛都攏要去上課啊，希望呢唔過要嘅心願係希望講做哋退休以後呢，台灣各地來行啊，去到各地來搞。大家樣辦來擂茶，唔過我喺出門以前，我係記得，我來大家擂白，哦，還有同埋擂棍，兩件，你的行李裡面哦，大概只能帶這個兩個東西，其他東西都不用帶啦，哦，安尼做啲繼續來傳揚嘅客家嘅傳統文化，擂茶嘅文化，今日非常歡喜，非常感謝總太哥接受我哋訪問，安鄉風法，下次見。謝謝。好，謝謝，謝謝，祝謝，謝謝。